啦，抽地佫活跳跳。嘿，奇怪咧，来丢手气敢收好，倒拢叫嘉义咧。马萨多，这看工就前几工有小可落浪。大家慢慢了，我过来，再报了半暝啊！落敢是意外，你是安怎扣的钱啊？飞机我订的啦，我讲安尼就安尼。你伤过啊吧？好不好？即摆是咧讲加头。每礼拜六暗时9点，故里请准时收看。准备要来看工啊！万路行宫。慢慢，老师你也讲过哦，因快希望大家吼有输无输来坐大输吼，咱即马行的这条路就是等来走厝的路。有输无输，坐马输。小菜就是讲四个菜，五大菜，一个粿糕。半道菜是因为人客拢伫饭店遐餐厅食饱，所以来遮刷第二摊，配烧酒，所以要一寡烧酒菜。有些中厨的时候就是深夜想要找东西吃，他就会看冰箱有剩下什么，就把它弄，然后丢在锅子里面，就煮成一堆。所以讲，你的意思就是讲，这拢是人食剩的。礼拜日请准时收看《报道官店》。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孔阿文。今日一切这大代志，咱要先来看的是这私文案件上新的进度。新北市调查处来调查约谈着这发行政资深的副总罗雅碧和这空品处的前副总区忠信，两个人即摆拢互人列做被告。罗雅碧互人问过了后请回，毋过区忠信伫这饭店2点外，互检方以70万交保。挂罪案花行政资深副总罗雅碧，初暗时9点半向医生北检报信，面对记者，伊一句话拢无讲。会指使的吗？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了了解被免责品流程，检调伫初半暝3点约谈10个花行员工，暗个面对媒体，因共款一句话拢无讲。不好意思，谢谢，结果，谢谢，结果。检调初一继续约谈被花行员工，包括向调查花行资深副总罗雅碧、甲空品处总经理胡忠信到案，了解被处分流程，是毋是备案，佮比对两个人讲法，找出事实。两个人拢为高层降职，伫8月初一开始生效，嘛拢伫即天向检调约谈，佮向该列做被告。罗雅碧先后先回，胡忠信伫半暝2点半向检方以70万交保。私分案一直看，即马5风声，新北市调查处长蔡文龙伫网络干部群组，甲调查官讲，私分案敏感，爱大家遵守警察无公开对话内容，向流出来，甚至是暗示。是接受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检举私分案的一个组长及调查官，敢若有泄露秘密。黄国昌他自己接说那个一周刊，还有在前面他讲了，他自己有追少责，他不是在讲那什么周显志的老婆的接到的检举吗？
他自己有吹哨者，所有资料都是吹哨者提供给他的，然后他再转提供给我们。怎么说我们调查也是变成孙喉龙，那这是差很多了既然我是孙喉龙的话，我干嘛再透过黄国昌来爆料？我就自己弄就好了。蔡文龙讲，侦办私分案过程拢遵守侦查无公开，对家己甚至同事向抹黑是真艰苦。目前盗窃处已经铁查是啥人将毒传出去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的是新北市调查处的处长蔡文龙伫这网络群众内面的对话，互人极度外泄。毋过这调查局认为讲，这对着这风气有所损害嘛，当地了解。蔡文龙有哪个是介强调讲，侦办的过程拢无公开。今仔毋管是伊家己，还是当年互人抹黑，伊是感觉真艰苦心。私分案一直拖，即马传出新北市调查处长蔡文龙伫网络干部群组内底，讲调查官私分案是真敏感，爱大家遵守侦查无公开等等的对话内容，去用翕图公布出来，而且佮暗指是接受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检举私分案的一个组长级别调查官，那就涉嫌盗窃弊弊。调查局认为损害纪律，即马当地调查迄个廖伯仔是啥物人。黄国昌他自己接说那个一周刊还有在前面他讲了，他自己有吹哨者，他不是在讲那什么周显智的老婆的接到的检举吗？他自己有吹哨者，所有资料都是吹哨者提供给他的，然后他再转提供给我们。怎么说我们调查也是变成孙喉龙，那这个差很多了既然我是孙喉龙的话，我干嘛再透过黄国昌来爆料？我就自己弄就好了。蔡文龙强调，讲侦办私分案的过程拢有遵守侦查无公开的原则。对家己甚至是当人去用抹黑，感觉是真艰苦。毋过调查立委认为，若是真正有廖伯仔漏泄弊弊，影响检调办案的进度，就应该要好好来查办。我认为有，因为消息一直在往外泄露出来，那一波一波的泄露出来，所以我认为有孙喉龙。那来问这个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检调恐怕要进一步去检讨。这件事情其实还蛮让人感到难过的，那所以就很希望说，这个检调单位就尽快侦办，那行政调查加速一点。检调车伊继续约谈关键人物，去用调一个华航资深副总罗亚美、空品部前经理邱忠信等人来告案，要来查清楚私分订购的流程当中，敢是佫有弊端，而且会对照两个人的讲法找出真相。两个人去用移送北检复讯，若是有需要改列做被告的必要，会进行强制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嘛要带乡亲来看今仔日的下晡早报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先来看这《苹果日报》第20届这红仔车博览会，伫这大到西部来举行，人真正吵，比去年第一天佫加出万外人，佫一届创下这第一天的新冠纪录。所以要来看这《联合报》有名这网络拍的公司东京佐伊。进前互这台湾第一间上市贵的网络公司九大资讯来接起，即马风声讲有牵涉到内线交易，迄个时阵股价对12块起到37块，减掉有那分滚啊路底桥相关的人甲徛家，有那来约谈迄个时阵做董事长的郑福文这人有那以这违反证交法来侦办。来看的是这自由时报，这中国第2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冰球赛发生，这香港队对着中国队时阵大领先。结果出名的中国球员就伫比赛场拍香港的球员，事后中国冰上协会讲这是这比赛时阵的这收录，香港的冰球协会有那表示讲安尼就会当解决，中国有3名球员，互人取消未来1年这参加比赛资格。来看伫政治方面的消息，这台北市长郭文哲宣布讲要组一个台湾民众党，要入去这立法院国会是一个重点。要找什么人？讲即马会开始找人。其实政治不难，你在找回良心而已；执政也不难，莫忘初衷而已。用笔字面地家己，台北市长郭文哲筹组台湾民众党，强调中心思想是和人民过好的生活。我并不认为所谓的9·2共识或一中各表就是中心思想，我也不认为所谓的台独或统一就是中心思想。其实让人民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就是我个人的中心思想。组党是不是等于宣告要参选2020大选？郭文哲并无正面回应，颠倒是反倒转来敲死高雄市长韩国瑜。我一直认为这种说当选没有几个月就开始在跑总统选举其实是不对的。我也跟大家讲，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的现象。
只是很不幸，你知道，台湾就是不正常，你知道。除了批评拿赢，国民党嘛，搁再讲到侵俄电厂的政策转弯，炮轰民进党。比方说深澳电厂，深澳电厂可以在经过一个晚上，台湾的电突然够了，开什么玩笑？这几百亿的东西可以让一个晚上转乱了。虽然口水拿掉，但是国民党强调超越拿掉，不是要消灭拿掉。另外，国民党嘛承认讲创党进军国会是一个目标，不过嘛强调讲人选也无名单。指控总统大选敢有可能和真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合作？国民党强调讲最近并无和郭台铭见面，但是希望郭台铭先说明执政了后，敢会受到国外利益的影响。当一个要选总统的人，他就要能够说明说，我这么庞大的资产在台湾外面，那不管是美国、日本、中国，你知道，当他们会影响你的资产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很秉公的，或者说把台湾人民的最大福祉当做你的执政的这种这种思考。家己心事的亲自参选2020，国民党讲设电数点阁需要时间，9月中旬就当知影答案。佮讲9月17是登记的最后一天。假使讲迄天伊无登记，就是代表无要选。若是心事的支持其他的人选，国民党讲并无有设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国民党要所动，这敢会影响到哪里咧？蔡英文总统强调讲，良性的竞争会当互民主更较深化。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讲尊重甲祝福。国民党是毋是会和这真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合作？郭台铭的幕僚强调讲，无打算要合作，或者是继续参选。台北市长郭富城将做台湾民众党行动政坛，为了将冲击纳入2020选情，对此争取连任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的民主是台湾上大资产，良性的竞争应互民主更加深化。台湾的民主是不能交换的，中华民国的主权是不能让渡的，这是我们大家一贯的坚持。所以我也呼吁所有的政党在跟政治人物，我们内部是竞争，但是我们对外是要团结一致，来保护台湾的主权跟民主。是毋是冲击家己选情？蔡总统指讲，选民会判断。而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韩国瑜是对原体阻挡表示尊重甲祝福。那柯 P 这个政党是台湾民众党，它的政治能量会比较大，可能期待柯 P 市长要更告诉台湾人民，他要追求的理想跟方向。那我在这里是尊重跟祝福。对国民批评家己当时参选是台湾无正常现象，韩国瑜无回应。另外传出国民将甲真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政治院院长王金平3人合作。最近无出面的郭台铭透过幕僚回应，过挂合作或者是继续参选，目前王无这拍算。应该说，我们现在并没有进一步要继续参选的打算，所以我想我们也没有需要有什么特别交代海外资金的事情。未来会不会参与就是台民党的应该不会吧？我是国民党人，怎么会去做这个台民党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帮我联署了，不是我发动的，都是自动自发来联署的这些支持者。是毋是会甲因两人斗阵合作？王金平强调，未来代志即马也唔知影，也无讲脱党的代志。另外，时代力量是表态未支持郭文泰。柯的这样的两岸一家亲的这个立场，时代力量是坚决反对的。今日决策会也认为说要这个努力然后支持本土政权的延续嘛。国民党两岸立场，时代力量强调未当接受，你是毋是会家己推出总统候选人？胡显地只讲记录真细，记者综合报道。有新的政党要成立，不过有闹政党出现了落线的问题。时代力量创党元老林昶佐宣布要退党，要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立委，这段引起了外界质疑，这时代力量是不是已经分裂啦？党主席胡显地强调讲，会拍拼甲林昶佐留落来。伫高雄医院，因为助理无遵守离的会被规管被停权处分，引起争议了后，时代力量创党元老立委林昶佐中昼宣布退党，强调会以无党籍的身份投入台北市中正万华的立委选战，并且支持总统蔡英文连任。我没有办法再焦灼于党内混沌的路线问题，必须清楚的朝理想方向全力前行。当然，我也期待我的离开可以带给时代力量
改变的契机。我也能够理解，那也尊重他的一个选择。那也希望说未来不管在任何位置上面，大家还是一样，就是共同为台湾来努力。洪淑荣后天讲到，家己袂退党，会含党做伙守护民主价值。不过林昌做退党的震撼大，嘛引起私了是不是分裂的议论。党主席柯显智下晡亲自举行记者会，强调会尽一切努力挽留林昌做，嘛强调身为党主席会尽量把情势稳好调。我们都理解，大家有非常多的焦虑。2020，我们都很想把它好好的赢下来，所以这一战，我们诚挚的希望场所能够留下来。那我也支持显智跟党中央这样子，未留场所，因为我想在立法院里面，大家一起奋斗，在坚持维护台湾主权的这条道路上，其实场所一直走的都非常的坚定。柯显智强调讲，死了现在真侪台湾人的期待是少年的政党，希望大家做伙拼。死了伫咧林昌做退党了后，立法院只敢剩黄国昌、齐英明和洪志荣这3名的立委。伫高度议用除名了后，目前当咧定选名列死了不分区立委名单的台大经济系教授郑秀玲的意向。记者综合报道。看了政治方面消息，嘛要看今仔天气有好无？天气讲咸昨小啊，也阁有吹东南风，真侪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中昼过了后有局部雷阵雨。伫个这方面爱请乡亲注意短时间内面的强降雨。所以要看这个卫星温度，第7号这轻度风台这微拍有继续西地行，嘛会影响到这海南岛甲雷州半岛的天气。另外，伫关岛东北边海面，共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出现咯，有向这西北日本的方向去行，有发展出轻度风台的趋势。有这些乡亲即马已经8月啊，嘛已经是咱台湾的风台季节。另外，今仔日嘛爱注意落大雨，可能爱特别注意的，惊有这雷公线啊。强阵风或者是鞭炮，确实嘛，因为这海上保护伫这嘉义布袋港港站都有货轮靠搭伫这港口内底，好佳在8名船员拢有救出来。不过去年同一间船公司嘛有船捌伫同一个所在靠搭，即马港务公司有继续派人伫监督相关的作业。规片拢乌索索，货轮为初下晡3点半就靠搭伫该关布袋上港。虽然讲有试过家己离开，不过因为风影实在伤大，就失败。海巡署第4岸巡队赶紧派吊车到现场，有8人吊在船顶。但是因为港内的一个水位比较低，所以在港外本来等待要进港，后来呢到5点多可能海象比较差，所以说他先在港外等，然后。大概因为海象浪比较大，所以把它打到靠近了我们的这个堤岸。海影一过来，货轮就随起一边。海象无好，海巡署人员该那个时间比赛，叫伫船顶的船员较紧的。进来呀！嘉宾海运公司的新理轮，船顶6个台湾籍船员跟2个外籍船员，伫暗时8点半全部抢救起来。安那真拄好是去年8月，同款是嘉宾海运的嘉宾2号货轮，嘛伫布袋上港靠搭，有污染的问题，伫迄当时嘛有证据。船东这边有委托一个油污的这个专门在处理的公司，那他晚上就会把器材运进来。那有关那个油污的那个燃油锁啦，或者是除油棉这些的东西，大概都在晚上10点多就会运进来。港务公司表示，目前新利轮船顶有7升外公升柴油，甲7升外公升轮肥油。虽然讲目前无油造出来问题，不过若是海象继续无好，无排除船身破气，对造成污染。目前继续监控中。记者综合报道。嘛，要看到另外一只货轮的意外，这是咱台湾的货轮友台1号，讲伫金门寮落湾的外海和中国军舰来受压着，好佳在是无人伤亡，不过中国军舰想要这只友台1号去厦门做海事调查，好佳在咱的海巡署知影消息了后，随派2只船去斗三江，还阁互咱的货轮又阁驶转来金门。船首的话，右舷在锚的上方，锚的上方有一道擦痕。
船头看到真清楚的伤痕。咱国货轮犹太1号伫7月31暗伫海上着车惊，伫金门辽岛湾东南外海和中国军舰去下着，虽然无人伤亡，不过中国方面是要求要做伙去厦门进行海事调查。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伫暗时9点外紧急成立应变中心，并且随派2架8洞艇去协助救援。那不明军舰则在后尾随，那巡防艇立即以无线电与犹太1号取得联系，要求船长停船原地等待，或者改变航向与巡防艇对开。犹太1号和中国军舰相持1点外钟，金门海巡队伫暗时10点顺利解护犹太1号回航，嘛甲中国军舰对调调要求停船协商，但是该军舰以船尾受损拒绝受检，直接开登去厦门港口。地高海巡队初步调查，总重量1473吨的犹太1号对金门辽岛湾出发要去高雄，中国军舰敢若是对东山岛往东北东的方向行驶，双方航线交汇拢无遵守国际海上避风规则。这会造成2架船伫暗时8点外，伫辽岛湾东南边20海里处去下着。犹太1号目前停泊在那个廖罗港区外的这个毛博区嘛，毛区。那下午有船袭以后，它进港，那我们就会派员上船去做检查跟海事调查。金门海巡队表示，目前依然无法度确认中国军舰的型号，而且过去真罕见有类似的案例。为着要厘清肇事原因，会将相关的卷证交予航警局中部航务中心，针对犹太1号相关人员进行核实调查，并且指令船长提交海事报告，厘清海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马边来看到中国的一项政策的宣布对台湾的影响，这就是中国讲要暂停中国旅客来台湾自由行的签证。有哪互国内一寡业者惊讲，这旅游业、餐厅、百货公司拢会受到影响。联合会面线参着 NC 甲蒜蓉，国客是败甲长乐乐，头家是无用试试。这间伫新闻顶的豆子和面线真受到自由行旅客喜爱，因为今年进前来台湾拢感觉真兴奋。从今天开始，已经个人签已经禁止了嘛，已经停止了。然后之前我们办还可以，挺方便的。好幸运呀！我们觉得这次来太值了。自由行旅客袂当来上冲击就是国内旅宿餐饮甲百货业，亲像我靠自由行旅客大当属嘅饭店，差不多占2000到3000间房间，下半年可能会空空。台东来讲，有大概20% 的这个房间都是for陆客。那现在呢，这些陆客不见了之后，相关的产业啊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伊拢是客满旅客观光夜市小姐当初为着自由行旅客，拢设置互保，如今大赚倍增啊！压力很大就对了啦，这样撑过就还是要撑啊。为了救观光，交通部阁祭出扩大首档国民旅游奖励计划，按算今年9月到12月推出，有自由行、长天数团客相关补助1000。礼拜甲拜五拢适用，离岛自由行也阁应加使用1摆补助，无分平常假日补助1000。因讲是自由行旅客上侪有2000块的补助，这摆也纳入了游乐园12岁以下囡仔，每人免费入园1摆，无分平常假日。所以这次方案能够在第一时间提出来，一方面也安定人心，同时呢，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来是能够达到我们年度的。这个观光客的包括国际观光客的人数目标，消失的境外客、消失的外汇、消失的观光产值，你不应该是从国内的来用国内的来增加，来刺激国内的这个内需哦。我觉得这是2件事情。业者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提升国外游客来台，甚至是有条件放宽东南亚部分国家免签来台，临时第一时间就断开纳税人的钱，一直补助。地表无治本，不过行政长苏贞昌议员指示继续首档补助，要求交通部2礼拜内交出第2波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中国这项政策，有国外媒体解读，讲这项可能是想要影响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蔡英文总统表示，把观光客当作是政治工具，简单会让台湾人更加倒弹。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
中国暂停核发陆客来台自由行申请不知观光业定价，同款引发国际讨论。有外国媒体指出，这可能是要影响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政治措施。不过，总统蔡英文指出，中国这项决策是战略的一大错误。中国把观光客当作是一个政治的工具，只会让台湾人反感。观光不应该被政治化，政治化的观光也不会稳定的发展。蔡英文表示，选举一到以过去经验来看，中国会以限制观光客来进行政治操作。不过，台湾无论是哪个县市，全部拢会受到影响。行政长苏贞昌也讲，这凸显中国是极权国家，以政治限制人民自由。不过，这未影响台湾经济发展，因为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李将要代表国民党出战2020大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听到消息了后也惊一跳，佮将目标指向民进党，强调民进党无等于是台湾人。民进党不等于台湾人，我们希望陆客的自由行能够持续的开放，这个对两岸交流、认知以及对台湾的观光产业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韩国瑜表示，两岸之间确实用和平交流，互理想赢才是上好的选择。不过，中国新措施上路，观光冲击在所难免，各地方政府要做好准备。旅游补贴上，包括这个夜市的消费上、商圈的消费上，我想这方面应该要加强。整体来台南住宿的总共有353万人，护照上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概是10万人，是有其他的观光客，包括国旅来填补。未与我方来沟通，就片面的破坏协议，我方昨天也表达了严正的抗议与谴责。依照相关协议的规定，透过旅游小两会，我们会持续向陆方来交涉。针对各台办指出暂停核发申请，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一直煽动两岸对立。陆委会做出回应，指出陆方无甲台湾沟通，多单方面破坏协议，严厉谴责。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国这边有安尼限制，不过咱的内政部是宣布讲，若是寄出来是这中国人，嘛会使互因3等亲以内的家属来台湾看这亲人。这主要有哪展现咱台湾的人权价值。来台湾超过14年的宁佳莹，生活就路一透早就来移民署台南第2服务处送件，希望一家伙仔拢会当来台湾团圆。3年前，伫台湾买新厝，住伫对方的亲人原本欢喜要来台湾探亲，但是因为地户仔的资格无符合3亲等的会亲规定，无法度申请来台湾。但是新法实施了后，对过去的3亲等会亲放另甲3亲等来会亲的配偶，宁佳莹总算有机会和亲人拢来台湾甲伊团圆。我那天算了一下，大概是890天的等待，对于陆配来讲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可以让陆配在人生很多重要的阶段，不至于因为家人的缺席而产生缺憾。我也非常感谢政府有听到我们的需求。中国限制陆客来台湾自由行，内政部嘛伫即天宣布，考虑到强化人权的观念之下，放任中国配偶亲属的探亲规定，展现台湾人权的价值。放任新规定的第一天，除了台南以外，桃园嘛有人申请，会当看到这道修法是有需要的。可见他们对这个亲情团聚的这个权利呢，是一直渴望哈。那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人权的考量跟2公约的精神，我们来落实。所以我们同时在今天是有放宽，也有管制。那对于人权的这一块，我们是特别的重视。新修订的规定，除了放任3亲等会亲的配偶来台湾，嘛调整来台湾医美健康检查入境证件的效期，对6个月改做3个月，加强出入境管理机制。内政部强调，这道新规定除了让两方有正面的交流，嘛强化人流管理，达成安全控管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方面消息来看的是，这香港反送中。香港反送中的行动是继续在发酵。有哪公务员讲要发起和民众做伙行的示威，下礼拜有哪工会要发起全民罢工。讲有哪有一定这金融界人士的组织，讲烦恼这外资会对这香港来造势，有哪呼吁香港政府爱回应民意。话
口后，把手机摕起来，好好闪变光。在香港中环九大花园砌一条特别的灯湖。昨天暗时7点半的这场行动，主要是金融界人士现场发送黄卡片，用英文写“无法治、无资金、自由不保、人才离开”，表示出金融界对反送中烦恼，呼吁港府爱回应民意。甚至乎無視到我哋好明顯嘅問題，包括究竟警方有冇使用過量嘅武力去對待學生啦？咁我哋作為成年人，見到學生喺街上面去抗爭同埋去爭取應有嘅權利，我哋覺得係支持同埋理解佢哋嘅做法。現場雖然講有落雨，不過民眾也是真熱情，有中資外資銀行和保險業者響應。主辦單位估計有4300人參加，行動差不多15分鐘了後就結束。部分走去附近的商場，喊口號了後就離開。現場不少人嘛呼籲金融界響應下禮拜一8月7號的全面罷工。因為這幾天有外國媒體報道解放軍集結的消息，自港強軍又閣發布有恐嚇意思影片。就全面罷工的香港職工會聯盟行動敢會顧念安全就救起。職工盟表示，罷工是和平的，無理由向鎮壓。嘛不相信中國家用解放軍清場。除了年輕人以外，一般的打工的中年人呢，其實也應該借力去向政府去施壓。那在香港用看做換中國的工人會，這是初一中晝開記者會，呼籲做工的莫響應罷工，尤其是交通運輸業的工人，該堅持上班，特別造成香港未天未當。唔希望呢類似罷工不合作嘅運動呢，係令到我哋香港嘅社會受到更大嘅影響。香港會唔會係進入另一個港版嘅文革啊？會唔會社會裏面咧變得更加動盪嘅話呢？其實對成個香港呢係都冇好處嘅。職工盟批評工聯會講法是真好笑，個人表示這大頭家也政府大人人出面口勸，雖然職工盟煩惱香港人無實在罷工，無一定會願意為了政治訴求出來面對社會艱苦。不過目前已經知影有建築工、社工、老師攏做出文宣響應罷工，除了公務員今日集會，教育界嘛佇8月17上街頭遊行，各行各業攏有民眾要繼續對港府表達不滿。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到在澳洲某一間大學有一場反中國影響力的和平示威，因為那成員香港反送中運動，閣較要求學校愛把這孔子學院關起收起來，防止中國入侵校園。不過有那有一寡學生煩惱講，安尼中國會生氣。學生懷口號其實訴求多元，和香港自由是成員24號在昆士蘭大學校園，以靜坐抗議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留學生，當時引來超過200名中國留學生圍堵發生衝突。中國了後發聲明，肯定中國留學生自發的愛國行為，不過這場抗議力量無大。經過地方媒體報道，有寡人煩惱之後，對中國被生效唔敢參加。Your university accepting blood money, decoration and award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government which commits mass cultural genocide against the Uyghur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 amongst other atrocities. 因一個呼籲昆士蘭大學關掉由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因為孔子學院漢學教育內容是由中國審查抗議學生進回中國，才嚟干涉澳洲教育機構的自主權。Why have the university been silent on our concerns for a week after the initial protest? We know exactly wh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n campus yields so much power over our university that it can't abide any criticism against it. 一個10幾位警察也參加這場抗議活動。經過外電報道，這學校分別為中國得到相當新台票210萬到320萬的前期資金，以及3000本中文書及其他教材。澳洲政府去年通過法案，防止外國勢力干涉內政。其中外國影響透明計劃法，就是要求澳洲機構及個人必須依法申報甲外國政府的關係。目前澳洲政府已經對13間涉及孔子學院的大學展開調查，就媒體報道13間大學攏無依法申報。記者綜合報道。鏡頭尾說來甲日本的參議院解散了後，召開臨時國會。日本的天皇德仁有那發表頭一屆的國會演說，不過互外界較注意的是頭一屆當選的黨都新眾議員，因講因會拼死為着新眾人士來爭取權益。
在加护者甲警察协助之下，木村英子甲传后经验，日本首相党都新总领事当选国会议员，初头早到国会，准備參加參議院改選了後的頭一場國會。期待も不安も半々です。体調を管理しながら活動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今年54歲木村英子是党都腦性麻痹患者，正常一化規身軀袂冷袂凍。另外一個新眾議員60歲傳後經驗，這是人所講的漸凍齡，兩個人攏需要隨行的看護。為着要扛兩個人輪椅，佇開始之前已經事先拆除一寡座位，不過兩個人要到2樓主會議場也是真困難。今ですね、れいわ新選組船子さん。真無簡單，總算入去國會1樓的大廳，才發現講根本就無電梯到2樓，才有人員該那去將兩個人塞出去，再到位後門的電梯，才順利入去議場。因為傳後經驗無就講過，是有看護代替伊宣讀聲明。初登院なので、これからいろいろ出てく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そうです。日本國會1936年起好的，迄陣時根本就無障礙這觀點。目前安怎改善優先環境，對國會來講是一大考驗。日本參議院改選了後，初調開5天的臨時國會，主要是要選出正副議長。登記了後的天皇，得人嘛頭一擺到國會致辭。その使命を十分に果たし、国民の信託に応えることを切に希望します。這擺臨時會未處理任何議案，真正在論戰，要等到10月了後，才會正式展開。記者綜合報道。電動車即馬真正是一個流行，來看到這英國真有名的這經典車的品牌 Mini Cooper， 講有那要釋出全自動的電動車。黑色車頂，白色車身，3門掀背設計，和電動版本 Mini Cooper SE。甲汽油引領版本的鋼型的車同款，有傳統經典甲現代感。出現超過半世紀的 Mini Cooper 系列，原本是英國汽車公司 BMC 的招牌車款，不過後來幾落擺轉賣甲變故，在2000年向加入德國 BMW， 變做英國德國兩個血統。不過3門掀背都會小型車市場定位，50多年來唔捌改變，為外觀到內底。電動版本嘛保留真濟汽油引領版本的特色。In terms of its interior space, for an example, and the boot space, identical to the combustion engine Mini. The overall dimensions and size broadly exactly the same, and it rides and performs just like a Mini. So that's really the power of Mini being built within the same platform. 當然，電動版本的 Mini Cooper SE 唔是無缺點，基本上伊唔是第一款都會小型車的電動車。不過，甲其他主流款式比起來 ，Mini Cooper SE 上大的賽車距離到200到230公里，算是有淡薄仔較歹。安那業者嘛知影，唔是所有車主攏會這麼簡單就接受電動車。We know that customers will still want to retain elements of combustion engine. So actually for Mini, we'll have all three available. We've obviously got petrol and diesel product. We've also got a plug-in hybrid model, the Countryman, which is proving really successful. And of course now with full electric, we'll have a full suite of offers. 英國專業的汽車雜誌 Autocar 分析指出，電動版的 Mini Cooper SE 雖然性能素力並無特別好，不過甲同期的車比起來，伊賣價上算是真吸引人。因為英國政府的補助買車方案，電動版 Mini Cooper SE 每一台賣24,400塊英鎊，差不多新台幣94,500塊，比汽油引領的版本佫俗真濟。親像講在台灣上市，使用2000cc 汽油引領的 Mini Cooper S， 因為景觀關係，甲其他的稅賣價上到新台幣165萬，比電動的版本在英國賣價上佫貴70%。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是發生森林野火，軍方也佫出動了軍機甲直升機去拍火。在日本是熱甲，安養機構員工也佫提供警備，都驚這老大人會着煞。俄羅斯西伯利亞真大片的地區被野火來燒着，範圍包括雅庫提亞、伊爾庫茨克等等的地區，而且燒的面積已經超過300萬公頃，甲比利時的國土面積差不多。много подроста. Пожар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скорость набирает. И погодные условия,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лияют. 俄羅斯林業署表示，導火原因是超過攝氏30度的氣溫當中出現大雷暴，火氣互風透甲燒起來。總統普廷拜三支持軍方出動軍機，還有直升機來進行壓水的任務。
好佳在目前还未传出伤亡，也是紧急避难的消息。Из-за сильного задымления и плохой видимости не во все населенные пункты удается выполнить посадку. 绿色和平组织表示，这款大规模野火会当讲是影响国家层级的生态灾害。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первый год происходит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и основная причина, скажем, так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к ней в этом году, она связана с тем, что прост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редыдущих годов, дым. 真极端的天气同款嘛出现伫日本，日本气象厅表示，7月31日上高温出现伫岐阜县，达到37.7度。今年嘛要甲140个观测地点出现大热日，也就是气温超过35度，为着要预防着雪。养老中心的员工想办法，甲一寡盐拿落水内底，提供予老大人来啉。逐工上无互因补充水分5解，而且甲冷气调整甲比平常时加2度。NHK 指出，民众除了要随时注意补充水分，还有调整室内温度，而且嘛要做雷公雨甲强降雨等等天气变化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在这方面消息，继续来看的是这南投信义的新木村有一张这江寿公，那是当地精神代表，讲有那是全世界上悬的江寿。对天顶看过，山林内面这张大樟仔树直直踩伫咧山头，树身阁白红布，伊就是南投信义新木村的精神代表。当地村民讲，见面伫外地返来故乡，一定爱来遮看这张大樟仔树。只是小时候在这边长大，现在觉得很喜欢回来看一看。如果撇除了针叶林的神木的话，那大概阔叶树种大概就是我们神木村这个上神木最大。林试所的研究团队对去年10月开始对大樟仔树做测量，推估树龄伫700-800岁左右，悬度有46公尺时。研究团队伫面册找树仔的人指出，这张大樟仔树伫咧世界新木网站经过登录变成世界上悬的樟仔树，嘛变成台湾的地标。这个科技的辅助，所以我们就是想说用这个方法来帮他留下很多那个科学的数据，即使说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土石流会消失，那还是可以把它的资料留下来。研究团队指出，虽然历经河壁、土质和800风灾，但是这张大樟仔树嘛是采伫咧原地，地地环境充满土石流和环境扰动，会当发到遮尔啊悬，真无简单。中兴大学森林系学者是表示，即摆树仔的中心虽然就该用要空气，但是外部的边材嘛是保持真好，嘛互大樟仔树变成小型的生态系。可能跟当地的环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可能很多一些昆虫啊，可能要接触它。好，那比方说，它如果开花，像樟树开花结果，它也是要靠昆虫啊，好，帮它传粉啊，帮它授粉啊。学者指出，对依附生长的植物和动物来看，大樟仔树的存在对生态的威胁有真大的帮助，嘛当讲是台湾上悬的跨药物。啊，不过研究团队反倒讲，目前气候变异，搁再加上地貌改变，这张大樟仔树未来的生长环境嘛受到真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花莲的方面，国小讲有8成学生拢是阿美族学生，有哪特别实验了阿美族实验学校讲有哪特别教这学生囡仔阿美族传统的文化甲技艺。害阿美族的真真大，花莲方边国小的囡仔用真流利的武艺，和部落的老大人做伙唱传统歌谣。率地老大人叫大家耳仔代表定定几句话，爱大家好好打拼，莫互家己的文化无去。一直传承下去。传承什么？文化。还不错，因为可以让现在的小孩知道以前的文化是什么。其实，方边阿美族实验国小自100年就开始筹备，其中要找有阿美族文化素养的老师无遐简单。最后，伫校长林碧霞主持之下，以在地阿美族性产做基础，打造2大课程、4大主题，内容包括传说神话和传统文化甲武艺教学。我们在一般教育的时候，教学时数是定的。那等到实验教育的时候，剩下的教学时数1个礼拜大概有8堂课，我们整合起来就变成我们要教的4大主题课程。阿美族虽然是台湾上大的原住民族，但是实验国小全台湾这个是头一组，泰雅族、排湾族、卑南族拢有成立过，这互其他部落的学校真新鲜。实验小学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让我们的整个学校做一个转型，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可以透过我们老师们还有集很多的资源我们一起来带领孩子认识自己的族群。
丰滨国小目前总共有50来位学生，其中阿美族有40来位。学校表示，转型做阿美族实验学校了后，并无人要转学，顶头是接到真侪学区以外家长来问讲，是毋是当转学来食，互大家充满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台中太平的时代，讲有民众看到高山啊，伫这时代安尼摆电火挑世界杯，嘛会去人的菜园啊，共偷晚菜。虽然减一支脚，但是这只成年的狗动作也是真美丽，一个跳去厝顶，一个搁伫电线喊来喊去。民众翕到这款的画面，说是伫台中太平市区，转来同一个所在，同款搁看到这只高山啊伫遐走来走去。我无吃，它会回下来吃含鸡油啊，吃迄果实啊，安尼。哦，是。对。大家拢有看过。对。狗的防备心真重，一看到人就激出凶悍的表情，随跳去厝顶走甲无看的。但是市区车来来去去，当地居民真烦恼，狗可能会受伤，嘛有可能因为惊到去伤害附近的人。若是市区哪会出现高山啊？有民众讲是山区做事的农民驾饲的，煞逃走出去。你身上你知道吼，人偷出东西啦，人登掉啦。在市区这边一定是有人饲养的，对啊，因为它就是单一只猴子，然后它又没有跟外面的绿地有连接，所以一定是有人饲养，然后跑出来或放出来的这样。专家去现场了解，初步认为是人饲的逃走出来，伫市区黑白种可能有安全的疑虑，已经通报农业局。农业局除了爱甲抓起来，嘛爱查清楚，敢是有人偷饲的。即使它从保育类变成非保育类，也没有说放任大家可以随便去饲养或是干嘛的，没有农业局表示，目前台湾狗已经属于一般类野生动物，但是若无申请，目前依法也是袂当饲，相当会当罚30万，还提醒民众莫接近甲饲伊食物件。即马已经准备爱甲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电视风上头来看的是这金门的风师爷，伫因遐讲会当来洞刷消灾，嘛是因信仰的特色。其实伫金门讲这毛笔蒜头嘛会当摕来消灾哦。大家拢知影，金门的风师爷真出名，有的徛，有的坐。伫咧庄头外围的路口顶风制刷，是定看伊的避邪物。另外，较少看到的有一寡金门古厝，嘛用蒜头、竹胡啊、毛笔，甚至是仙人掌来制刷消灾。因为就这个宇宙观来讲啊，其实煞气是存在的。金门无好建造，佮加上地理位置是海防的重要据点。明代以来，经过真侪场战乱，金门的民众为着要避邪祈福，真侪人拢设置避邪物。那有的呢是复合性的，它为了增强效果，比如说我们这个安琪那个村路旁边那个风机摇令箭，那个就是最典型的。啊，我称它叫复合式的，它用烘炉、八卦、风机、令箭。金门较早用来制刷避邪物，因为大庄头的风俗无同，有真侪无同款的种类，造型嘛真丰富。金门的民间信仰打造特殊的文化风景，这嘛是民俗观光的宝贝资产。记者综合报道。伫热天，即马这柠檬大出，有哪真侪乡亲可能将爱加柠檬汁来啉。伫婚姻的西地有一个种柠檬农民，伊产恁的这糖啊，拢是一只一只用手在捏，嘛用这加晒发酵做肥料，即马种出来一款讲完全都无毒的无籽的柠檬。哎呦！张淑芬用着细条烟线，慢慢挖出藏伫柠檬树内底这酸牛港幼虫。为了要对付着酸牛港去夹着柠檬树的问题，但是无想要喷着农药，所以伊用真侪时间，用人工的方式，一只一只掠出这酸牛港的幼虫。天牛它喜欢在那个柠檬树大概根部30公分左右的地方，它会排卵。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去抓的话，然后以至于整株的那个柠檬树它会枯掉。最主要就是把无毒健康的无籽柠檬分享给大家。张淑芬提讲，伊本身非常爱啉着柠檬水，但是佮惊这柠檬皮顶头有一寡农药，因此8年前就开始以着无毒的方式来种着无籽的柠檬，过程嘛是拄着真侪困难。一开始先以着3年时间来培育着树木，并且使用是上天然的肥料。
使用发酵过的那个给晒，然后整包就是放在那个柠檬树下。嫁接完成之后，大概前3年，我们就是为了照顾柠檬母猪它本身让它更健康，所以大概在第4年的时候才开始让它有结果的状况。那大概第5年，我们就柠檬有量产了。即摆是柠檬大出的季节，这种无毒无籽的柠檬品起来真香，连皮拢会使食。无人讲会使泡冰茶来啉，嘛会使是煮菜烹料。记者综合报道。嘛，要来看到讲有4名大学生对着这顺手山林的这森林顺手园体验这爬山撩溪顺山掠山鸟鼠，那个在整个过程翕做纪录片。我是黑糖，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南投县竹山镇的山林溪哦。没错，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啊？因为我们想要介绍巡山员这个工作。台湾艺术大学的4名学生对顺山园爬山、撩溪、体验森林护管员的工作，甲过程翕做纪录片。伫7月31日世界巡护员日公开分享这支影片。因讲较早干那看字写的资料，无法度理解这份工作有偌尼辛苦。我觉得他们这样背重装备上山，看似一份好像每天走在山里登山客的路线，其实非常非常的累。对，我们很长的时候都要一直手脚并用，非常辛苦，为了保护台湾的这片山林。巡山员爱派20-30公斤的装备去到深山来巡逻，需要相当的体力。巡逻的过程无可能和山鸟鼠相拄，森林大火的时阵嘛爱协助拍火。这项工作会面对真侪危险，需要知识甲专业的判断，才有法度守护森林。那我们刚才在这里也发现了山老鼠遗留下来的物品痕迹，像是这些被烧的木头啊，黑色的。我们这次带他们进到我们的107班，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盗伐现场。那也让他们就是重装，然后去走我们就是所谓的我们深山特潜的路线。为海边的保安林到中央山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拢是巡山员的守备范围。影片完整记录这摆体验，这4名大学生嘛，将影片免费授权予林管处来使用，希望予更较侪人了解森林护管员固守山林的辛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是有数5个讲线装的食品标示规定的草案，未来所有线装的食品拢爱标示讲产地伫对，嘛爱先针对着农机禽遐产品，亲像一寡菜色、果子、这鸡肉、鸭肉、家己肉这的冷冻线装的食品。上主要的就是后年元旦就要开始实施了。传统市场买气真旺，不少人无用咧买蔬菜果子，有的店家只敢若标出产品的名称和介绍，按过未来这一寡线装的新鲜蔬菜果子，拢总爱标产地。我们这种年龄都知道大概什么东西哪里的好吃，都吃出经验了，所以说它如果有标的话，我就不会再问了，很好啊。不会说很不方便啊，对啊，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会标啊，有些如果客人的话，他们自动询问，我们会自动跟他们讲。食药署有个线装食品标示规定草案，除了即马有商业也是公司登记的大卖场线装食品必须爱标出产地之外，未来传统的菜市啊、一般的店头线装食品嘛拢爱标出产地，会分2阶段来做。上大省会针对农禽特产品，像讲蔬菜、果子、鸡肉、鸭肉、猪肉，这个新鲜也是冷冻的线装食品，按算后年110年元旦实施。其他的线装食品包括鱼仔类、四手啊和饼等等，是按算伫111年元旦实施。假设它里面卖的一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一个比如说假设通通来自日本，然后它就是插一个日本，这样就可以了。食药署强调，业者会当用插牌啊、徛牌，也是打标签的方式来标示。字体大小至少爱2公分。草案有过期有60天，收集各方面意见。等公告实施了后，业者若是无标示，会当罚3万至300万；标示不实者，上重会当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式挂牌举行，这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会将普悠玛调查事情刷来甲运安会定性检查。普悠玛事件的家属有到场参加，要求爱定期调查。重启普悠玛调查，重启普悠玛调查。普悠玛家属讲到后更甜，但9个月却等袂到真相，希望用人命换来运安会会当重新调查。非有人壮烈牺牲，造成
无可挽回的悲剧，才愿意做对的事情，保障台湾陆海空行的安全。否则，我们家属一定抗争到底。8月7日，贵安会正式改制做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拍开红布正式营运。普悠玛的家属向邀请来现场，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宣布，会将进前调查资料交给因，希望讲中期调查。那我们相信成立了运安会之后，可以有更专业，也更得到社会信任的独立性，来重启调查。所以我们是以一个坦荡的态度，也会全力来配合。运安会表示，8月份第一届会议会针对普悠玛的案情报告开始评估。主委杨宏志讲，已经甲宜兰地检署来接触，敢是要重新启动调查，等待盘点事情了后，再甲社会大众来报告。既然是检视的话，就开始要面对一个问题：要不要重启调查？不要重启调查，一定要有很充分的事证跟理由。需要重启调查，我们也会把重启调查的方向讲得很清楚。委员会是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成立的，已经21档。因为去年的普悠玛事故，现在伊甲委员会改制做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变做第三方的独立机构，整合陆海空甲运输4大区块。其中铁基路事故，像讲台铁、高铁，若是有载旅客列车排练，或者是伫滨高道有车来弄着，有一个人死亡，也是死伤超过5个人，运安会就会来启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全国跆拳道协会最近是纷纷了了，讲秘书长甲2位副秘书长拢小煞请辞，即马无人做，即马连第3位的副秘书长嘛想要请辞，也阁有一寡基层的干部嘛无啥想要做。跆拳道品赛省担任选手走入去射击队女选手宿舍的这个案，体育署拜四早起召开专案会议，原定出席的台协副秘书长张定武率向请辞，台协无人来。台协最近伫咧风波之下，秘书长3位副秘书长拢出轨，国际组、竞技组和训练组的组长嘛陆续离职。这些确实很多，像越南公开赛、无锡的大奖赛，如何派对，对不对？他怎么样出去？报名是应该是 OK 的啦，但是其他的琐碎事情蛮多的。重要干部离职也是被免职，搁再加上干事赵安华、国法协会和理事长吴良平，有那台军界外界嘛烦恼会务、台军事务对外受到影响。吴良平回应讲，人员有够，一切运作拢正常。正常在运作，不是外面这样讲。我们有几个人都是很强在做的，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作业，不会。有几个人在做？现在应该都每一组应该都有人在做，每一组都有人在做。台协内部相达，30个部发前副秘书长魏瑞贤去协会，等到被报警请离开。一连串的风波，有跆拳道人士就认为，体育署必须要有作为。他是理事长嘛，那原则上呢，他应该还是会去把这个选手的培训跟对外的参赛呢，都放在第一位啦。这个我相信他应该也是会这样子的。体育署表示，依照相关的法规，嘛是着爱等来到协会去运作。无正面回应是毋是要介入？若是赵安华检举吴良平和协会这件代志的调查结果，下礼拜会正式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今仔日的天气，伫咧北部地区算都是好天，温度是25度到35度。伫这中部有的所在会落雨，温度是25度到34度。来看到这南部地区，依然是这会落雨的天气，温度是25度。来看的是这东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4度。华东的朋友，金门马祖会落雨，温度是27度到32度。以上是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来看这游牧比赛，咱再会。
什么来大酒馆？即马就要坐新娘车啦！咱等要大包车头相等，你若是等无啊，就你常进。你若落大包火车头哦，蔡经理无人有等我后面的啦。小管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我去甲你配合。这个两个房租是注册用的，我来给你。谢谢。过来我就想办法。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辛苦我请我管店用，到底是只要心情已了解，愿意好天也风台，愿是三分天。叫你来这是人嘅事。七分只要用心来打拼，创造新东方。我买几包嘞？你咪走啊！哎。台语我上高，我有影，真会晓讲台语。啊，无咱来拼看卖，我是要安怎拼？做简单的，就是爱看这个节目《往来时光闪拼闪》，台语台全新的囡仔节目，由我这个啊个新的来主持。我有足多趣味的挑战，要互大家讲台语、拼台语，看相上厉害。伊今日囡仔就爸爸妈妈，阿公叫阿妈做伙来收看《往来时光闪拼闪》，水哦！来哦，爱表演又够高讲台语的小学生，赶紧招过来！公园倒转来，欢迎大家来表演。不管是啥物内容，唱歌、跳舞，还是搭水果，只要你敢唠台语，都有机会用个参加录影上电视，甚至甲10万块的奖金抱回去。公园倒转来，等你来报名哦！安尼，逐工拢咧整理你的物件，啊，你规间晓了了。我摕去我的钱，哪会无去咧？拢一直怀疑讲我家己摕伊的钱呢。好啦，我知影你要讲我的歹话啦，我来外口等啦，等下你就知影。无啦，吼，咱咧相信姐姐就好啦。奇怪的，我来看妈的时阵，拢袂发生这种代志。8月初3，拜六暗时8点半，上丽台湾，咱做伙来关心身边的人。听球舞台，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日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1, 2, 3, 4。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日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1, 2, 3, 4。这是公司台语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是雨，坎坎坷坷世间路，同情的路手相牵，同心同命同脚步，天福的路咱相等，人生的路斗帮助。时间是无过去，无地图，把握青春行家己的路。
惊天顶分外乌，唔惊自我人生的艰苦。只要有你的鼓励，同甘同苦小照顾，一生最爱你一人，一心献予你一人。只要心情你了解，愿意好天也风台，人生三分天注定，七分只要用心来打拼，创造成功好名声，牵你的手，过着好将来。翠华，放开我！你两个阿某不真牛嘛？一个当机，一个倒头。我们夫妻怎么了啊？怎么了？人证物证拢抓到，你搁怎么了？什么人证物证啊？啊，在哪？人伫遐无？真正是乌干仔底头，又看拢无啊！啊，无采咱10外年的厝边啊！啊，恁人看起来是遮故意，恁某看起来是遮高贵啊！这种代志恁人阿某也做袂出来，啊，真正是好头好面，臭尻川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你饶了我，你饶了我，你饶了我，翠华，你饶了我！你干什么呀你啊？阿高，你什么意思啊？你没听过官棍不挡财路啊？哎，你做你的生意，我讨我的生活，咱们俩一向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干嘛踩我盘子？盘子？我看你把我当作盘啊啦！盘子，以我角头拐骗专家，我大口搞来写字，你们真袂爽啊！我咧甲我讲什么盘子？讲一个较白啦。本来我是带人，就讲咱10外年的厝边，这件代志我就目睭结起，无看当作唔知影，甲转过。也毋过你敢知影，互恁骗去迄个乌仔桑是啥物人？啊？是谁啊？食金山、食鱼丸的张姆啦。即摆就算讲我要替恁暗扛，啊暗扛袂掉啦。知影代志严重大条啊吼！我不知道她是谢金山的丈母娘啊，这不能怪我们呐，不能怪你们。你两个某目睭皮无像暗，不能怪你们，啊无干就爱怪我咧。我老实甲你讲啦，食鱼丸掠公啊啦，变面啊，喊我3工来甲人搞出来啦。互你家己讲啊，看是要关班，还是要私下解决？什么关啊私啊的，到底要怎么办嘛？关班就是我甲恁阿某送去食鱼丸遐，啊食鱼丸甲恁送去派出所，规个头毛生杀母啦。我不要做了，我不要做了！哎，翠华，你干嘛打人啊你？我不要做了！翠华，阿高，你刚才说还有什么私下解决是怎么回事啊？司法解决真简单啊，只要你压2扣甲伊理到满，啊人若满意，这个代志毋才会准煞。到底怎么样他才满意啊？啊，都你共骗的钱摕行人就好啊。那简单呐，哎，我们把上次骗的钱还给他就是了。啊，毋过食鱼丸讲，因丈互你骗去遐现金甲金仔算起来，大约差不多10万哦。10万？哎，我们上次骗的才不过几千块钱而已啊！10万，你有没考错啊你？啊，你若无要承认，安尼咱来食鱼丸遐，叫因丈出来对质，想再叫警察来做笔录啊？不要，不要！翠华，不要！哎，你把我们2个夫妻卖了，也不值10万块钱呢。谁人叫你们得罪大官？我还不如去坐牢呢。坐牢？你两个某真正想讲安尼入去关几个月就会出来是？莫戆啊啦！对方是食鱼丸的，伊若去面顶讲几句啊，甲你以思想还办，紧总来甲你送去外岛关。我看恁阿某就吹海风较抽情，我看你安怎出来？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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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华，你不要急，不要急。阿高啊，你也看得出来，我们夫妻俩就算绑在一起，也凑不出那笔钱的嘛。那是恁的代志，我嘛无法度。我看吼，准备红掠入去关啦。去坐牢，那我不如死了，我不如死了。哎，翠华，快点！
死，等去厝死，卖死点家咧搞我喂水好。阿高，我求求你救救我们！我求求你了！拜托呗！不要较少，你点解搞我跪？你是要搞我切血收是唔啦？啊，去！莫讲我唔甲你斗3工啦，我敲电话食议员替你求情，哦，搁互你3工的时间，看你是要红归，还是要赔钱啦？谢谢，翠花，我们走啊！哎，小等下，安尼就要走哦？啊，你若出门唔认晓，啊，我是要那甲石议员交代。不会的，我们一定会认这笔账的，一定会认的。不会。哎，嘴讲一顺风啦，白纸黑字上盖通啦，写下来啊！写什么？口经啊！看你人仔要安怎骗石议员因丈夫，经过清清楚楚、老老实实拢写下来，较袂人工。你若无要承认，啊，我就搁了开来甲你烧钱。来，还写这个？哎，唔是哦，可见你一点仔诚意都无嘛。安尼我是要来甲你斗3工，我敲电话石议员。对，我写就是了。好，写了下，给你啦。哎，你别推行不行啊？要清楚啊！哎，歹油搞歹，歹查某搞目屎。啊，那你哦，面白心肝乌啦。啊，什么你咧笑啥？你是咧笑讲咱毋是啥物好人是？无啦，大啊，我要哪敢啦？小有相识哈。你敢是人？加2支角就是鬼啊！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被骗了？李排队，你说呢？哪里要去？不关我的事的，不关我的事。那干啥骗？一路，有你的电话？有我的电话？哦，多谢。你之前告诉我，你在学校替教授打工是骗我。其实你一直都在外面做临时工，对不对？我每天去学校，总务处催着我缴学费。你说我课怎么上？所以之前你告诉我，你的教授先替你垫了学费，也是骗我的。我实在没有脸去学校，所以我打算先赚钱，把学费给缴了。就算你把学费缴了，你缺课太多，一样毕不了业啊！那我只好办休学啊！我不准你办休学！缴不出学费，我一样毕不了业。我说过，我会负责你的学费跟生活费的。一如，你已经替我做太多了。不要看听我说，你明天乖乖的去上课。明天我一定会把你的学费给准备好。这么多钱，你哪来啊？这些你都不要管，我说过，我一定会让你大学毕业，我一定要你大学毕业，你不要管，你不要管，好不好？一如，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告诉我，钱怎么来？钱怎么来？你这些你都不要管。少主，一如有没有在你这儿啊？妈，姨妈，一如，能不能跟
跟我回去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啊。妈，你怎么可以去帮他做这种坏事？我只是想帮少主缴学费嘛。他如果会帮表哥缴学费，早就缴了。他根本是拿学费当幌子，一而再的骗你，去当他偷工拐骗的帮手。是我糊涂，是我太糊涂了，是我自己不好，我不应该财迷心窍的去骗人家的钱，是我自己不好，我会有报应。哎呀，我会有报应的，我会有报应。妈，不要这样子，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现在急也没有用啊。哎呀，我怎么能不急呢？我怎么能不急？你爸爸现在还被扣在阿高那里。一如啊，你要想想办法。如果我们不能还那笔钱，我跟你爸爸就被那个谢议员，会被送到警察局去，会被关起来的。哎呀，会被关起来！不行，我不能被关起来！不要，我不要！妈，你不要这样！不要！妈，你开门，你不要这样子！妈，好了，你冷静一点。妈，我现在去找阿高，我请他先帮我们垫这笔钱，将来我们两个做牛做马，不管怎么样，想办法还这笔钱，好不好？好不好？啊？那你快想办法，你快去想办法，你快！这样子，不要这样。李麦，乖，刚休假来。好，一如哦，啊，你来。阿高哥，来，接。啊，高兄泡茶请你啊。来，来，拍啉讲，拍啉。一如啊，阿高哥泡的茶是歹啉是，你若敢若担一下尔。有点烫。哦，是哦，来，阿高兄甲你盘一下吼，来，盘的较冷，来。谢谢。一如啊，人讲水搬过碗是会咸，话搬过嘴是会假啦。啊，即摆我要讲遮的吼，是一句都无假哦。恁爸爸甲恁妈妈遮的代志啊，若毋是我甲斗相共哦，是袂收煞咧。安怎？已经倾着钱要解决了是？阿高哥，我们已经邻居10几年了，我们家的环境你应该很清楚。短时间之内怎么可能筹到这么多钱？啊，没有钱你找我要送啥？我们想请你先帮我们赔那10万块，我们以后一定会连本带利分期付款还给你。无问题啊，也毋过我是有条件的哦。什么条件？你来我这上班，我就借你10万块。阿高哥，我现在已经有工作了，你如果把那10万块借给我，我会把以后每个月的薪水都拿来还给你，我不用来这里上班啊。唉，一如啊，你嘛拜托的，啊你工厂一个月是毋知趁偌济啦？哎，敢若靠这份薪水，10万块你就还几年才还得完啦？啊若较低命，咱赚袂着啊。